水鸟款式超大儿童电动摩托车。承重200斤没问题啊，大人都可以坐。前进，空挡，后退，有声了。喇叭，长按可以关闭声浪，可以关闭。长按音乐模式，可以打开蓝牙，播放手机里的歌曲。可以切歌。下边脚踩是刹车，脚踩刹车。